系統咧，其實係採用咗先進嘅評核科技，同埋具備咗高度嘅擴展性嘅。譬如好似喺早題嗰方面啦，佢嘅系統裏邊係可以配合到咧多樣性嘅題目嘅，好似我哋一般熟悉嘅選擇題啊、填充啊、短答啊、長答嘅題目都可以處理到之餘咧，其實數學科嘅複雜嘅符號或者公式化嘅符號嘅題目咧，其實系統都可以係製作到出嚟嘅。加上如果要植入視頻或者係音頻嘅題目咧，我哋係可以用嚟咧作為聆聽或者係口語考試嘅用途。甚至乎，如果要做一啲複雜性嘅開放式嘅題目，好似話要用 Excel form 去作答嘅話咧，咁其實呢個系統咧去製作嘅時候都係冇乜難度。DAS 將議題、審題以至發布試卷整合成一條可以追蹤嘅工作流程。通過審核嘅題目會正式收納到試題庫。DAS 嘅試題庫最高可以容納100萬條題目，提高組卷嘅彈性，並大大減低試題喺較短時間內重複使用嘅機會。配合電腦考試，可分多日舉辦或短期重辦嘅模式。DAS 系統仲可以從指定嘅題庫中隨機或者根據預設規則分配唔同版本嘅試卷俾考生，防止考生作弊。例如，我哋為國家語委舉辦嘅普通話水平測試，同一個考場會同時採用數十套試卷。另外，唔同考生嘅選擇題選項順序亦都可以隨機打亂，保障考試嘅公平同埋保安。